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特不靠谱，又要闹笑话呀。中国昨天商务部说了，由于我们对美国的关税已经加到了125%，也就是说，这理论上没有美国东西能够卖到中国了，所以后面你特朗普怎么加关税，我们也不如理睬了。但是会在其他方面还要进行反击，也关税这块不会再加了，再加没有用。但是美国同时他也表态了，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周五表示，他说如果中国继续采取反制措施应对美国加征关税，会对中国不利。莱维特说，如果中国有意与美国达成协议，总统会很高兴；如果中国继续报复，会对中国不利。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好的经济体，超75个国家立即致电美国政府以达成良好协议，就是证明总统希望为美国人民做正确的事。这个莱维特没有回答特朗普是否在等中国采取主动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on tariffs. The president says he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He's willing to speak with him directly. Why doesn't the president just pick up the phone and get this ball going? All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just said are true. The president, as I said from the podium just a few days ago when I was up here, would be gracious if China intends to make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China continues to retaliate, it's not good fo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strongest,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s evidenced by the more than 75 countries who have called the administration immediately to cut good deals. So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o what's righ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He wants to see fair trade practices around the globe, and that's his intention and his goal. 美国的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可以说是伶牙俐齿。那关于这个贸易战，特朗普本人那也是这个态度一天三变。美国白宫周五就是4月11号表示，特朗普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仍然保持乐观。有记者就问特朗普总统表示中国希望达成协议，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开始谈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如果中国有意达成协议，他会很慷慨；如果中国继续报复，对中国不利。说特朗普，这记者又问他，你在等中国先采取行动吗？也就等中国先打电话吗？或者等中国先服软吗？这个莱维特说我不会对可能发生或可能不发生的沟通发表评论。也伶牙俐齿的莱维特都已经跟不上特朗普的变化的节奏。大家还记得吧？特朗普加了54%的关税以后，说了不能反击，如果大国要反击，就是报复美国的关税，那么特朗普要关闭什么谈判通道，也就是不接受谈判了，会给他再加30%，是这么说的，而且不再谈判。结果大国立马给他加回去之后，特朗普开始找台阶下，说大国的人很优秀，大国人他只是不会处理这事情，他们很想跟美国达成协议，不知道怎么开口。好了，我现在等你打电话，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是这么说的。结果大国根本就不搭理他，对特朗普这个关税战、贸易战直接进行反击。特朗普没有办法，这个关税加到了145%。你看到现在，特朗普还说对于大国达成协议充满希望。前面说了都不谈了，你都没资格谈了，这回又要这个充满希望。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你给他跪下是没有用的，你只能用实力跟他说话。这个希望大家要看清楚。实际上，你就通过俄乌战争就已经看出特朗普这个人的品行，他的特征。他是个商人出身，无利不起早，言必有利，所以他一日三变对他来说没有问题。当然了，咱们话也说回了，这个特朗普跟他的小集团这种贸易战，这种怼回去，这种反击，实际上目的也是为了谈判。咱要说清楚，博弈对抗不是为了对抗，这种对抗这种反击实际上还是要为谈判服务啊。就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本末倒置，觉得解气，其实这个解气最终是双方的老百姓买单的，意味着大国有多少人要失业，大国有多少人，对吧？房子要断供，多少公司要倒闭，那美国人那就承受物价上涨。所以我们说怼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不是根本还是要解决贸易这个问题，怼他只是个手段，你不怼他，他就骑到你头上还要拉屎。你要不怼他，全世界180个国家那个税就加完了，现在就按这个执行。所以我说客观上大国怼美国，那怎么说至少是那其他的国家都放过了。现在特朗普矛头对准大国，对吧？现在变成两个人单面锣对面鼓的对着干，至少其他国家得到了3个月的这种缓冲，这个是好事。特朗普一意孤行，被人一
一大嘴巴子抽醒了啊，最终还是要谈。你看现在某种程度上就双方都给了个台阶下，大国找了个理由说反正再加也没用了，这个目前的关税水平下，美国的东西在中国没有市场，所以我就不跟你再玩这种数字游戏了，你爱加不加，反正我不加了，没用了。你实际上某种程度咱别再置气了，你加30，我有再加30，咱们俩这么加，不是让人看笑话吗？特朗普他也退一步，到现在还说我认为我们双方还可以谈，我还很乐观，这不意思还是要谈吗？现在就缺个机会，缺个契机，怎么样谈？这个可以说也是大国啊坚决怼回去之后这个取得的一个效果，否则你没有机会了，你谈什么？你只能接受那54的关税。所以接下来我认为咱们对特朗普以及这个小集团应该是冷处理，你不能跟着他后面跳舞，他爱咋弄，因为他一天3变，你跟着他后面变累不累？一动不如一静，冷眼旁观，关键的时候给他一个反击就完了，让特朗普自娱自乐去。现在特朗普心心念念的希望跟大国谈判，是吧？这个一天说好几回，我觉得对特朗普这个表态可以冷处理，3-5天以后再说，因为他还没变够，他还要变，等他稳定下来，找个时机可以去沟通，可以谈判。特朗普是一种表演型人格，他就希望看到全球围着他转，在他的指挥棒下来跳舞。你看他现在玩这个70多个国家，实际上就是叫囚徒困境这种游戏啊，某种程度上就是耍猴。你主动找特朗普谈判的，那叫舔他的屁股。现在我认为很多国家在特朗普这个100天里面，他已经看清楚了，尤其看到大国啊跟特朗普对着干，也就是关税这块不让步，实际上对这些国家都是一个鼓舞。本来这些国家对美国啊，它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大部分国家它是没有谈判的余地的，没有实力，只能美国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这回不一样了，他有选择。我为什么说特朗普又闹笑话了？今天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4月11日，美国海关发布警报，告知用户其用于豁免货运关税的系统出现故障，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暂时无法征收关税。有分析师表示，故障发生的时间很不巧，将引发更多人对美国海关跟上关税调整节奏能力的质疑。有咨询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表示故障确实会发生，但这个时间点很不巧，这将引发更多人对美国海关跟上关税调整节奏能力的质疑。你不能怪这个海关，要怪就怪特朗普变得太快，1日3变，谁能跟得上呢？分析师说，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项政策，你都必须问我们是否有能力如此迅速地执行它。这个故障可能表明我们需要更多时间，这个时候出现故障似乎很奇怪，这为政策执行者增加了政策混乱。另有机构分析师表示美国海关此次故障可能远不只是一次软件故障那么简单。所谓故障的说辞或许是一种战略烟雾弹，其目的并非修复一个出了问题的系统，而是在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处于高风险重大调整时争取时间。你看美国人还看得清楚，认为这个海关怎么这个时候这么巧，这个系统就出了故障。也就是你们现在报税那什么豁免那些东西他做不到，那大家都免费，不就这意思吗？就是加征关税成了个空谈。这个还有3个月时间，在这3个月里面我也说了，特朗普一定是继续1日3变，他也不会让70多个国家舒舒服服的度过这30天3个月，他一定要让他们提心吊胆。因为特朗普是不是昨天又说了，什么时候恢复加征关税看他的心情。特朗普甚至威胁，因为某些关键的国家没有跟美国达成贸易这个协定，所以有可能全球其他的国家还得加征关税。他的意思就是因为跟大国没谈拢，所以你们这些国家都得赔榜。也就是特朗普这风言风语，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颠三倒四的，也确实也让其他国家陷入混乱。我一直说我们针对的是特朗普以及他这个小团体。虽然特朗普现在是总统，取得了美国的执政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完全代表美国，这一点乌克兰应该深有体会。如果他能代表美国，他也只能代表这4年，所以这4年就得忍。咱们反特朗普，批评特朗普这胡作非为，是批评他倒行逆施，是批评他助纣为虐，是批评他这种唯利是图。特朗普以及他这个小团体的表演，可以说让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某个年代，让我们又想起了前苏联时期，甚至现在在朝鲜发生的这一切，还有其他国家，也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人类似乎又在走一个轮回。大家可以看视频。I think that what you have assembled in your vision is a turning point and an inflection point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so just being a part of that is the greatest honor. So thank you for that. President, we've had some great wins in the last few days that, you were overwhelmingly elected by the biggest majority
the U.S. Americans want you to be president because of your agenda, and the courts are ruling that you have the authority to determine how the money of this country will be spent. That's what the American citizens wanted, and that's what they're getting. So we've have so many countries to talk to. I'm not sure we could ever have enough time in the day to talk to all these countries because they want to talk and they want to talk now, and they have come with offers that they never, ever would have come with, but for the moves that the president has made, demanding that people trea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And your presidency is reordering the world in a proper way. For 31 years, more than 31 years now,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have allowed the Chinese to deindustrialize this country, to take away jobs and factories and the pillars of our national strength. And what you're doing now, I think, is a great service to our country, but ultimately to the world.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and your team that's working on that, because that has extraordinary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 you see from all thes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now coming here and wanting to join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makes it's crazy. The up 2, down 1 is not a bad ratio, or up 10, down 5. As we go through the queue and settle with these countries who are going to bring us their best offers. Mr. President, on behalf of America's manufacturers,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tanding up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fighting for our main streets, for our workers, and for those that make things in America. I'm out on a Made in America manufacturing tour, and as I go across the country, people are grateful to have a president who's not just fighting on the tariffs fronts, but to get inflation down, to create jobs. So the American worker is grateful. Main Street is grateful for you. Elon's done a fantastic job. Look, he's sitting here, and I don't care. I don't need Elon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I happen to like him. And then I'm very excited that within a week and a half,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gold card. And the Trump card is coming out, and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And that's coming soon. So very excited. 你看特朗普的这个小团体，那每个人对特朗普的褒奖之词，这种对吧？赞美、感谢、支持、感激、感谢、看齐。你说特朗普在这种氛围之下，他脑子能不发热吗？他能不随心所欲吗？对吧？特朗普的关税明明只遭到了重大挫折、失败，但是被这人一吹，是吧？这个关税取得了重大成果，万国来朝。特朗普的这个政策不仅造福美利坚，而且惠及全世界。你看，说到这儿，跟这些人无非就是高配版的化妆粉。你看看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小团体的这些表演，难道不熟悉吗？如果你喜欢这一套，何必舍近求远？这么下去，很快美国马上就要开始研究一种舞蹈，要全国推广，叫中字舞啊。这不是笑话，因为特朗普他已经开始卖他那个帽子啊。特朗普一切都是对的，某种程度上就是两个凡是啊，他叫一个凡是特朗普说的都是对的，凡是特朗普做的都是对的，也是两个凡是啊。这帽子不都已经做好了吗？这个马斯克还戴，当然了，这个让红脖子啊、铁锈区、特朗普粉比较尴尬的是，他这个帽子啊还是中国制造的，也就是说，以后这个帽子他们都不一定戴得起了。他们要戴这个帽子，那以后真的是对特朗普非常忠心。那帽子很贵，以前很便宜，但现在不是关税战打起来了吗？加征145%的关税，那帽子一下贵了。那个帽子和这个红宝书有什么区别？和这个加特老师胸前别的那个有什么区别？这一切多么眼熟。所以说美国人有福了，马上他们就会看到一种很奇怪的舞蹈全国推广。美国人有幸就是好莱坞都要去拍一种叫样板戏，看似很荒唐，实际上他正在上演。这个日经中文网说，他说朝令夕改是特朗普谈判技巧还是迫于压力？2025年4月11号，对等关税13个小时后就暂停。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总统原本就打算等到今天。那意思这一切都是在特朗普的这个计划之内、掌控之内，都在他的导演之下。说从一开始就是总统的战略，但贝森特是紧急取消了原定与联邦议员的会面，转而参加记者会的。这一事实表明，当前走向根本不是按计划进行。日经中文网认为，特朗普的软肋是美国的国债，因为这几天在市场上美国的国债遭到抛售，有媒体说这是日本人在抛售。他这个观点说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债今年6月份也就是今年它是集中到期。大家知道2020年这个口罩期间，美国不是要给很多老百姓要发钱吗？也就是美国又发了更多的国债，5年以后这个时候正好是要兑付日到期，这个一般的
往常的做法都是发新债换旧债，这样他就付息就行了，付利息，这都是发债都是这么干，以新债换旧债。但现在问题来了，美国国债的这持有人，你发新债他不要了，他到时候就要兑付。假如日本、中国他不要美国国债了，那美国新的债发给谁？他得由新的买家把这债买走，他有钱才去兑付日本或者大国的他们要到期的债。所以直到这个时候，特朗普才醒过来，自己的脖子被别人捏着的。这个如果只是一个国家这么干，或许美国还能应付。如果好的客户都这么干，对吧？日本、大国还有其他国家，那美国是很难扛得住的。能买美元债的就那么几个国家，有很多人他喜欢抬杠，什么美元债最多持有的是美联储或者美国人民自己买的等等，一个萝卜一个坑，要记住了，你少了日本，少了大国，那你把这坑你找谁去填？如果这个坑填不上，你就是暴雷。如果美元债没有办法按时兑付，那就完了。不要说什么其他国家，连美国老百姓他都要着急，所以特朗普慌了。而今年恰恰是美债到期的高峰，这就是这个日经中文网的他的观点。所以说，与其说特朗普朝令夕改是一种谈判技巧，不如说他是迫于压力。所以说特朗普才这么着急，才这么不顾把前面说的话再收回来，什么不跟大国谈判，现在又着急说能够跟大国谈好这个事，这个恐怕是主要原因。财经网报道，财经网他采访了西班牙的首相叫桑切斯，这不桑切斯不是在中国访问吗？这个桑切斯说，西中也就是西班牙和中国，欧中就是欧洲和中国，欧盟和中国关系正出现新的机遇，这个机遇都是拜特朗普所赐。他说，西班牙深知我们正处于国际关系复杂多变之时，我们必须拓展视野，加倍努力，以维护和平、开放，以及在应对那些不仅限于我国边界的全球重大挑战方面做出进步。当财新向桑切斯问及，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与西班牙以及中国和欧盟之间是否出现新的机遇时，桑切斯给出了积极的肯定答复。我们认为确实存在机会去深化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桑切斯说，他同时呼吁中国与西班牙、欧盟之间应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当前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平衡的，更多的偏向中国的利益。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我们认为可以实现更大的平衡，这也将对双方国家都有利。这个桑切斯说的还是比较客观，那也就是他告诫咱们跟欧盟、跟西班牙打交道，你还得照顾一下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感受，也就是你不能无限制的倾销，所以要设个底价呀。而西班牙跟大国的关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4月11号，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中国与西班牙签署了2项涉及猪肉和樱桃的农业贸易协议，扩大了西班牙猪肉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你看，我说中国的农产品那绝对是个巨大的市场，你只要有农产品的国家都对吧，或者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那对中国呢绝对是垂涎三尺。就像我们羡慕美国的消费市场一样，其他国家会羡慕中国的农产品消费，人多，咱们自己还不够，缺口还挺大。咱们只要放开一点就够西班牙卖的，全世界70%的猪都是中国人吃了。而西班牙就是个猪肉大国，西班牙火腿大家都知道吧，阿根廷的牛肉，巴西的大豆，现在据说咱们原定跟美国那些什么大豆、玉米都取消了，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了，订单都转移到了巴西，要从巴西进口大量的大豆。西班牙肉类工业协会表示，在关税危机引发的巨大国际商业动荡背景下，我们乐观且充满希望地欢迎这个亚洲大国的新举措，它为猪肉产品的供应开辟了新的选择。路透社介绍，2024年中国进口了价值48亿美元猪肉以及猪副产品，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欧盟。西班牙在欧盟对中国的猪肉出口量尚未位居首位。这里面我要提醒一下，咱们从西班牙进口的更多的不是西班牙火腿，西班牙火腿是知名品牌和商标，是他们国家保护的。实际上我们进口更多的是猪肉的副产品，我们按通俗的说就是猪下水，什么猪耳朵、猪肠子、猪肝、猪肺或者什么猪蹄子，都那东西外国人不是特别爱吃，但是大国是你多少都能吃得掉。全球的鸡爪子恐怕都是大国人吃了，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你那些猪下水在西班牙在欧洲恐怕
怕只能当垃圾处理，你还得交这个垃圾处理费。但是你看大国人就特别欢迎，他还出口到大国，他也能卖钱，还能变废为宝。2024年，西班牙是向中国出口猪肉以及猪副产品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巴西、荷兰、丹麦、法国，第2名的美国现在要挪掉了。怎么说？也就是跟特朗普这个小团体打这个贸易战，大国并不是一无是处，这大国它也有它的长处，它有它的市场，只要用好了这些市场，真正的说互惠互利，把这些捋清楚了，你才有底气跟特朗普这个小团体去打贸易战。最后我还再重申一下啊，怼特朗普以及这个小团体，最终还是要谈判解决。通过3、4轮的这种怼，实际上就是让特朗普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他为所欲为，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